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远水难救近火，这个意思就是甲人讲远亲不如近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远，读远远。第二条，读远这是读文音，远代表是时间、空间的距离差真济，咱讲是遥远，也就是代表讲路途真远。另外，永远的意思就是永久，也个远亲代表是血统关系较远的亲情，也个远足就是去郊外或者是外地佚佗活动。这个鼻音读做远，像咱讲远路路代表真远，也个远路代表路途遥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远道，代表是离咧真远的所在；第二个词读做疏远，代表讲是远离无亲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换贴的好朋友，因为住伫远斗，若无定定联络，就会愈来愈疏远；也是爱定定联络见面，安尼大家才会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远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远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